首期18萬起就可以擁有呢一個房啦，而且呢個地段咧係擁有2個輕軌站、1個口岸，仲係咧港珠澳大橋嘅上落橋點。咁呢邊嘅話咧，你可以睇到呢度咧就係我哋嘅華發商都啦，仲有輕軌站㗎。呢邊呢個房咧仲係我哋嘅十字門嘅學區房喎。首期18萬起就可以擁有呢一個房啦，而且咧華發仲幫你咧揾埋租客，令到你咧變咗一個包租公啊！月供啊只需要係830蚊啫喎。嗱，睇下我哋呢度仲可以睇到河景、濠江景觀、澳門內港景觀。呢邊咧仲預留咗咧媽閣嘅一個海底隧道，以後咧要做一個新關口㗎。嗱，可以睇到我哋呢度咧就係一個交標嚇，所見即所得，而且咧華發呢邊咧幫你揾呢個租客。租3年，3年之後咧，呢啲所有嘅嘢咧都俾埋你啦。咁啊，3年之後點算啊？咁咪係你可以放盤俾我，然之後咧我再幫你出租，一樣都係可以越租抵越高。嗱，房咧就基本嘅情況就介紹到呢度啦。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記得點擊屏幕產品問我攞資料啦。